你有没有被写联络簿啊？然后欺负同学？没有，我有没有被？蛮 gay 的哦。老实说，你到底有没有喜欢的女同学？没有。没有了啊。阿布，我想说，你也长大了啊，妈妈今天有一件事情想要问你。如果有一天你的同学跟你说，你爸爸以前是吸毒犯，你会怎么说？妈，你搁咧食药啊？你莫搁啉啊！你看酒就安尼啊，搁咧啉。你看妈一定变成安尼啊，酒啉啊少。拢怪我，当初无应该遮尔细汉，就送你去学唱歌、做歌星，害你即摆遮尔无快乐。你嘛拜托一下，我看一下妈真啥物情形，你搁咧啉。我即摆就着肝病啊，嘛无法度开大班车，厝里佫无钱，我啉两杯。你啉较少啦，迄钱的代志，我再来想办法好。搞有，啊你用诶，你有没有记得？心就做歹，拍破，好啊，就点捌机会啊，来看觅。好啊，我应该要找你，吼。我咧介绍者，就是这是拍无上水的会计，伊叫小市长，伊叫吉啦。厉害，帅哥呢？唱歌刚才是那个嘛？对啊。好，都唱歌把你干。哦，行，无咱来送者，好。干，阿星你无意思，无咱来你的情绪。我来介绍者这。起啦，安尼哦，你好。最近心情无好，你久无见来，我上者，你有客啊啦，食看卖，我上者啦，莫用过哦，袂歹啦，像食粉仔呢，点落就对啦，像食粉仔食啦。点落啦，足轻松的啦，输两岁了，先输两岁啊。有感觉无？应该是袂歹啊哦。还好，有足轻松的无？啊无，丸啊，丸啊，我毋捌食丸啊咁好，我食2粒啦。啊你留咧看食，莫食一摆食伤济，1粒糕，先食1粒糕。哦，我袂顺便哦。这足赞的，赞的啦。赞。我健到安尼样嘛。
哇，都没事的嘞。我等下啥物件？干嘛？退出来，退出来！啊，无注意力遮久啊，你唔退出来？物件退出来。要提啥啦？啊，裤底下啥物件？配合一下，配合一下。嘿啦，提出来，提出来。啊。我这你的啊？手起，手起。注意你很久还不会胖。要吃个行李啊，我要去坐我车啊。跟我来，跟我来，来。压力大。台北市刑警大队接获线报，指出方正吉的身上持有毒品。买过安尼啊？过真远呢。喂，哎，陈董吗？啊，我懂。无啦，无紧啦，无紧啦。是我较歹势啦，吼。好，歹势吼。讲白啊，有点惊喜啊，安尼。你好吗？对象。喂，你好，请问你是？啊？小诗？哦，无啊无啊。哎呀啊，好啊，无你得倒来高雄遮请你食饭，哈。好啊，谢谢，刚才的关心，谢谢哈。好，高雄见哦，拜拜。阿伯你好，请问小师到底？哦，我叫你莫来，你搁来。我甲小主讲叫伊莫甲你做伙呀，你搁来，等伊啦。而且交料，我先来。
啊，你创啥啦？这新闻拢假，你有啥物要安尼甲伊讲话啦？哦，你是要啦？你要做啦？我要用你啦！阿弟，啊，我爸没有那个运势的，你要请他说。没关系，好了，你看。好啊好啊，哎，你非常见面咯。好啊，我非常。路，我回去啊，然后你回来继续那个，知道吧？啊。加啦。三子。来打，来聊点多。来打。来打，啊，就紧的呢。哦，紧的啦。来打紧来啦。这三位啊。哎，几个？先免问。几个？拍摄，我啊，迄个，咱一个会仔前面有准备好？啊，先食啦，啊，讲的无啊，食了人家都讲啦，拢毋是问题食。无咧食。安怎讲？搁送一个啦。无要紧啦。我是来收会款。念面条，你们敢摕啦？我啉这啦。先啉3杯。我先先3杯就可以，还是只有？还是只有？你嘛是做不好。检查啦，对，看，我破财，看这条面块，你无食嘛对吧？如果无食，看，严重拢无紧啦，迄过啦。停止，头都不要动，来，手放开，来，手不要摸哦，去买电脑。没有。什么都没啊。那什么东西？没啊。手机没有啊？拿来，带回去，走。看吧，叫你不要去，你还要去，差啦，我不食呀，我感觉一定会贵啊，对不？到时候又被乱报。没来，惊死个。大队接获线报，阿吉，快点来看！持有毒品。当时方顺吉和朋友正好买完饮料返回拍摄地点，结果警方从东他的身上西明明就不搜到里是你的面重克的大麻，还有吸食用烟斗。验尿都有过啊。我度，我话记者讲，我感觉有贵啊，伊就要报老度。唉，算了，错开，我去报啦。呀，那就不难。老板姐，鸭腿饭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姐。这是方顺吉，之前那个甘露水新闻讲你吃药啊，这个人无好。不是啊，他讲话这样讲。你就这样进来。跟那个新闻这样报根本没有关系嘛。差别咧，大概不嘛咧。因为无第三哦，不加迄个。那真正研究有规矩咯，拜托来哦，拜托袂行，拜差袂啦，真正。都是他。对啊，要食紧，我不个红包就上班咧。好啊，你晚上不要喝那么多，我再过去找你。对啊。方顺吉，不行哦，方顺吉我喜欢哦，他应该听你的。大汉看伊拄啊，是不是？细汉时较老定，来记一下，杨总副总。在上。给啦，方顺吉。方顺吉啊！红极一时的100万童星呢，100万童星呢。食了啊，就是这新闻嘛，足新的，对啊，食了足新。无啦，伊即马改啊，无啊啦。是即马吧？即马无啊啦，无啊，早就无啊，早就无啊啦。正经的啦，年岁有够啊吼，药啊嘛食啊，莫遐想啊。给伊机会啦，给伊机会拜托啦，好不好？给伊机会啦。好啦，钱包有啦，好啦，再去啦。谢谢杨总，谢谢副总。唱那个样子，老的啦。谢谢。啊，杨总、副总，快来拎几杯啦！来，拎啦！
很多哦。哎，你看，这是我们今天赚的红包哎，辛辛苦苦赚的。来啦，起来啦，我们一起数啦。哎呀，哇，是剩啥啦？你看，100。200，看这是我们辛苦赚的。我因早唱歌，嘴拢过落万，啊，今为着赚你几百块啊，都安尼用糟蹋。好了，没关系啦，从头开始就好了。辛苦的，下次不要喝这么多。阿姐，东哥那边真的可以吗？东哥你免烦恼啦，因厝仔囡仔做看戏时阵吼，都都听我呀。哎，甲讲哦，啥物代志找吼，拢一句话无问题，所以应该是有啦。免烦恼啦，绝对有的。啊。别搞呢！哦，谢谢，我你在等你啊哈，好谢谢。别搞。来，我讲物件。哎，东哥。你好，咁啊，谢谢。有我嘅啦。我女朋友。好，这样。谢谢，感謝你啊，接無用啊，仲咁乖乖。來。差啲大字啊。你先借借嘛。你個點嚟？來。我女朋友啦。你好，哦，真水呢。小詩啊。哦，小詩啊。東哥。因為東哥有代志，想要甲你麻煩一下。都主要阮爸都身體無好吼。你老爸點啊做？伊本來咧駛滑板車。我知。尾後酒啉傷濟，尾後肝無好啦，肝病啦。可能愛用着錢，是講。好啦。愛用着錢啦。而家咱東哥才能甲鬥下來。你老爸我是8年啦。真係冇頭路。唔知係講，你問東哥鬥沙場而家問家攏無人行個問啊。東哥，好啦，啊拜託，啉啥物酒啦？啊無你甲我菜一杯啊，照我厝的，你看啦。出去。就來啦，交落啦，交嘴啊！我這杯啉袂較難處拜託咧。好啦，我跟你講啦，我若帶人講哦，你我就是那袂是我的囡仔啦哦。對。我幫他喝啦。來，飲唔飲啊？袂歹哦。水啦，對啊，今仔佫啉啦。他们补血，来，謝謝。好啦。再麻煩你。麻煩啦。他真的有效果。我無甲管到罪，我錢是買借伊啦，借錢加咧簡單。東哥拜託我就，來，就睇嚟啲。來啦，小師傅來啦，起去。哦，我毋是咧做成事了，我咧講哦。但是都是3萬。好，安尼就好啊。
若毋是你较早做童星啊，我今仔袂来，听有无？是，好啊。下礼拜一去吼，啊，下礼拜我谢谢，我们慢条，好了，谢谢。小宝贝，你看，老公你在看什么？我无了看，改，我买件改甲安尼啊。若是我规个网络，那是拢全部我的负面新闻甲一寡正经的代志。你来看，囡仔一定，慢，一定吼，哎呀，你开始咧大，我是讲，两个爸爸，那个。我是讲哦，若个安尼就总囡仔大汉，啊，遐个代志我嘛毋知要哪甲因教。哎，所以哦，你姐姐，我想要过来台北，所以我嘛有手公司帮我出手片哦。无遐个新闻，若拢是负面的，有一天我毋知要哪做老爸。好嘛，我甲伊变好慢。好。来看咱要来出手片。好啊。好。不要空买啊！为着小朋友。要不要回看？为着你，惊风雨来淋雨，无人爱你像我遐尼疼的。山明海誓，敢是上错误的美丽？无声愈大，感情永远袂散。有你相挺陪伴，永远袂孤单。谁若不管路我歹行，随时是等待啦，咱是勇敢台湾囝。残酷繁华的城，过去拢总好打，我用真心把梦来讲。你有没有被写联络簿啊？老板西部同学。没有，给哦。老实说，你到底有没有喜欢的女同学？没有。没有了啊。阿福，想说，你也长大了，爸爸今天有一件事情想要问你。如果有一天你的同学跟你说，你爸爸以前是吸毒犯，你会怎么说？我会跟他们讲说，那个吸毒，那是以前的爸爸，现在的爸爸是爱我，就要赚钱养我。我听你，你敬我，为理想来打拼，不管我再困难，咱同齐来行，啥物拢唔惊。我听你，你敬我。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入围的有最佳台语男歌手奖方顺吉《遥远的恋情》，大家好，我是方顺吉，我曾经食过毒，因为毒品，我和我家己的人生去用糟蹋17档。假使讲，咱的人生只有一个选择，不是失败，就是成功。那我认为，咱该放弃的绝对不是咱的人生，咱应该放弃的绝对是毒品。坚持做对的代志，永远莫放弃。啥物拢唔惊，我听你，你敬我，斗富是一定赢。
向前行。